好了，继续把这个镜头刷到立法院来看，早起这个财政委员会来排审到会计法修正案99条之一的修正草案，哪里拢做出着加急动员，因为这项的法案是要甲国务机要费来甲除罪。国民党认为这是替前总统陈水扁咧脱罪，所以全力来背角抵罪。这是道道地地，就是贪污除罪化了。道道地地就是为陈水扁量身定做。红当作要替前总统陈水扁解退国务机要费除罪相关法案，送到财委会审查，哪里认为做出加急动员？机要费的报资核销涉及到总统府相关业务，为什么今天没有派任何官员列席？可以为了个案除罪吗？可以为了审理中的个案来除罪吗？这摆修正法案就亲像2012年通过会计法修法，甲2006年以早各机关的特别费拢提调，被追究民事责任，甲涉嫌刑事责任的人被处罚。为立委以总统的国务机要费特别费做理由，提案比较修法，不过扣南洋的这就是为着个案的修法。宣布那个财委会现在开始休息。不管另外态度，国民党立委拢来抵制，调委郭国文只好宣布休困。特别费国务机要费的部分，国民党就是要留下然后来羞辱陈水扁之用。那法律不能因人设事，所以不管是特别费的当年的除罪，或者是现在在讲的国务机要费，我们认为都应该一视同仁。那另外立委两边拢无咧让，机要费除罪化修法，想要为财委会通关，恐惊无这么简单。